我不免上点风来。听闻。哎呀，姑娘是哪里话嘞？是我家姑母生病啊！姑母，我家姑母生病有什么好消的？公子，我弟弟已不来的。啊？你弟弟不是郎中吗？那上面托了一个字，公子请看。牛医偏语，哎呀，是来，你弟弟是个牛医了，真是。哎呀，这块小生我嘛，告辞。哎，公子请坐。你要请的田先生只在这边，跨过前面小木桥门前有2棵老杨嘞。多谢。面
得真好看，真好看，真是好看吗？你看什么呀？我看的是他，这怕不是吧？喏，你看的是他。哎呀，陈兰嫂，燕子。我是前去拜寿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拜寿，花样造句，先可相得，后吃老酒，这有什么意思？眼底有一桩要紧的大喜事等着你。哪来的大喜事？眼底我瞒着我做的好事啊！什么事？你那燕子姑娘一见钟情，还想问我？没有的事。不要吞吞吐吐了。我表妹叫我转告于你，那燕子姑娘已经为你申请相思聘来了。有这等事？燕子姑娘约你今天晚上前去相会，快去吧。君子不为非礼之事，这是为短不可。你这个书呆子，老实与你讲，我表妹已经告诉了燕子，今晚等你了。
喏，河边小杨柳，潇洒有风流，仔细看一看，没人啊！说这些又来捉弄我了，我却不信有这等事来。天地为证，我说些偏是言，告子，言你满正。便待我宽顾明白。哎呦，你是何人啊？
从那时相见之后，小生我早日莫想茶饭不思，听是姑娘请来，我体不爱，心中甚是不忍，他来退嘛，盼望姑娘要保重了我老。才是嘛同田园，当铺开了城里头，城东开外关在地，城西开角狮子楼，吃个鱼长个船，是个房子走马楼，王尘来，你是北边南下水，今日里说节目唱成曲，真吹巧，隔壁那个老太婆欠我2包有眼睛，我把伊头上的人差把来地砸。哎呦，我是一枚想看把那个凤儿顶茶嘞，用银茶我听江菜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对呀对到。
问是谁？我是说姐呀。原来是表兄。多谢姐姐开门，毛大这厢有礼了。你来做啥？可姐姐个人朗朗清清的来陪伴你呀。还不由我快快出去。哦呦呦，个家中真心了。你既然对表兄失节于己，也该对我毛大有意呀。你这不来。好姐姐，送你一样好宝贝。好宝贝呀，好姐姐，好宝贝呀，好宝贝呀，好姐姐。你要杀我？你倒是杀呀！你倒是杀呀！呀！常言道，当今马巧，姐姐打我们，实在是喜欢我了。许的啰嗦，什么好东西？拿来我夸。好，喏，站得远一点，老老实实，不许动。我当是什么好东西？原来是卖香开把牛的缝头银茶，我不要。你这无赖，还不快走！我是说姐呀，快滚，快滚！呀！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？果算是表兄。呸！表兄为何发笑？我跟我去生到燕子家去呀。非也，那我求生不相信我不肯去。这便是好是好，叫人家燕子空等了，啥是真的结出重病来？你且放心，那燕子的皮早已被我医好了。医好了？表兄我好有一比呀。你呀，比什么？好比桥郎中，转子相思皮。杀问永何样？毛米。毛米？你去毛米？那燕子姑娘实在多情，换个场地来修业一阵。表妹，你说有趣，不有趣呀？哎呀，你呀，真是没规没矩，竟做出这种荒唐事情来。啥是将我去真欺了你心，可你时候说得清楚。这倒没有想到。许叶呢？秀叶，我毛大高桃花运这。秀叶。
想必叶子姑娘一定是在里面。叶子姑娘，叶子姑娘。哦，小生我求生得来拜访姑娘。喏，秀叶在此，叶子姑娘。你是何人？诈财！念得边上无体姐姐乃是一刀所伤，一刀所伤。边上水中还让着修业一折成大人滚困，一则修业，记住听语见情。一报这修言受人之问，小人不知，请大人问过边山之女言之。传言之，是传言之。言之带起头来。言之，我来问你。你弟弟手中拿着一只绣叶，你看可是你的绣叶？天哪！我再问你，这只绣叶你曾送与何人？好个刁啊女子！见了我老爷竟敢闭口无言，来呀！与我上！大人息怒，燕子，你话讲啊！快讲！许意思是送于我求生的，我求生。说那杀人凶案，我求生到。是，大老爷，我去生是好人呢。只可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两位爷们，是。大
公，难挂那秀才黎明高年兄，请坐。哦，谢受，请。大人说的一个人外，均已带到。年兄今日里安辛苦了。哪里，这真乱子下官我这身一趟，别已塞了这车，与我辛苦啊。这身一趟，真是好大才。多爷的大人夸奖，区小恩，我做寡子啊。神明观天，真是区小恩。是，真是一桩人民大恩呐。年兄端案之后，可知百姓服也不服？下官并力推断，一清二楚，岂有不服之理呀？事实上来，年兄真是一个晴天喽。哪里？不该。廖人员数十名秀才联名上高刀奔赴，你去看来。一派胡言！大人，这你们要相信啊！没要相信。年兄休要焦躁，依我看，还是将胭脂我秋生带到后堂，你我再细问一番，你看是好。哎呦，别多此一举了。童儿在，传胭脂我秋生后堂问话。是，传我秋生胭脂。大人。你二人可曾相识？自然相识。言之，你将修业时候赠送于他，从日将来。众人将来。
这就是了。好，你等退下。慢，燕子，你方得言道各场相位，又怎样将秀叶交付于他？也是各场的过，可人当面看清？是，不曾当面看清。各场的过，不曾当面看清。我再问你，宋一在有何事？你弟弟被杀又在何事？都在4月初1那天晚上。哎呀，大人呐！4月初1那天晚上，有人前往姑母家中拜寿，当夜只在姑母家中，真可本身前去侍卫，请他人细查。太无言，童儿在。索取我求生姑母家中查明此事，带我求生下去。是。燕子，你我求生相爱之事尚与后人知晓？这并不旁人知道。你小小女子夫人纯真阴险，岂管愚人思维？难道你不想与你弟弟报仇不成？大人，此事于邻里王成兰知道。王成兰，他是何等样人？他是个寡妇。大人，他乃是一个好心人呢。你去退下。是。张念兄，此案突然把查万当重审才是啊！哎呀，大人，此案已成确案，怎可推翻重审啊？本府旨意一定，念兄请便。告辞，不说。看他不负罪业，此之出名。禀老爷，我求生之事已查清楚了。将来4月初1那天晚上，我求生却在郭某家中拜寿，9夜查过3更，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你待怎讲？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这就是了。我求生当夜拜寿姑母家，岂能够粉身碎骨去杀人？其中蹊跷非难料，定有冒名顶替人。焉知道此未有陈兰笑，平日他血泪风景起红啊灯，传红儿所立寡妇王成兰。且慢，当朝有空从今，童儿，随我来。毛大少爷，毛大少爷，啥？毛大少爷，侬讲我200个语言的，哎，你不该把我头上的银叉拔起。哎呀，董弟，还不能？哦，你把银叉还给我。老太婆啊，人差我落太在，过几天寻着了还你啊。哎呀，毛大少爷，这银叉是我败家的老式银叉，哎呀，有啥个了不起的？难道我毛大少爷还不赔不起啊？哎，我为要紧事体了，哎，要紧事体啊！哎，要紧事体。卖燕子花粉。老子
个圈子，个老太婆就嫌我不在这。嘿嘿嘿，王春兰家里到了，不晓得有啥个动静哦。卖燕子，卖燕子，做啥？相公可要卖燕子？耶，你这个货啦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啊？想必是个咕噜客商吧？真是。啊，告诉你，这里指的是个寡妇人家。你要卖燕子花粉，到前面到花样去卖吧啊！好。此人为何三番两次在这寡妇门前吞的吞呢？莫非与王灿兰有什么瓜葛不成？请问真姓大名？毛大嫂呀，毛大耶！你无缘无故问我名字做啥？后方在多梦之巅，他来向你道谢。哦，算了，快点走吧。好。啰里啰嗦。耶！叫你再看你偏不听，奇怪，你为啥要在这寡妇门前卖燕子啊？我卖燕子花粉，在这妇道人家门口叫卖，乃是平常之事，有什么奇怪？我看你呀，倒是有些奇怪哟。我有啥个奇怪？你几次三番在这寡妇门前吞的吞了？莫非你看向这个寡妇不成？哎呦，我生气！我毛大嫂呀，我看上这个崔寡妇。这个寡妇啊，老早有想好在，这怕就是你吧？哎呀！告诉你，只因他伤风怕燥，我困不食言，几次要来捉奸，那寡妇啊，恨死我嘞！我却不信，你不信？不信？那我敲门给你看，来啊！喏，是不是啦？这个货郎来路不明，喜欢瞎吃得了，我不免借他之口放点风声出去。方才听你言道，这寡妇有个相好，他是谁呀？名叫索姐。索姐？他是何等样人？本是一个烂秀才，与那寡妇是表兄妹，英文不端，团结辈们看见女人个黑。论作文章是马官府，没有同志没有话在，随便啥个话事体，他通不会。早餐来。你可不要随便乱讲啊！你做啥？不行，你们人家去好嘞。问人家去好嘞，你们人家去啊。看来嘛，我是王灿兰千金之人，必须于此而立。毛大嫂，王灿兰与他表兄所见私通，我一路而来也是天生。莫非所见本王所前去冒名？此人莫非就是所见？卖燕子，相公，这是上好的燕子，可要卖吗？燕子，天生多少烦
哎，言之令人红颜不老，真是天人烦恼。相公还是慢呀吧。不要。相公，这是明白真乎，并非冒名顶替。你这个人为何这样啰嗦？说不要就是不要嘛！哎呀，快走！好奇怪的胡了！秀叶，表妹开门！表兄，什么事啊？你看秀叶，这就是燕子的血液啊！那这秀叶分明配我什么怎么会在此？哎呀，这明明是燕子的血液，你看这血液上的花样，还是我血气他哩。果然不成我之所料。本府今日重申言之一案，你切入一旁，仔细听了。是，算所见，速见上堂。参见知府大人，下跪可是所见？真是不知大圣呼唤为了何事？快将言之一案从日讲来。哦，原来分的是言之一案。大圣，那我求生一向忠诚老实，自立随分，却不杀生之事，却是冤枉的呀。所见，你既为我求生名冤，本府却问你几句啊。大圣请问，4月初一那天晚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这个也是想不起来。你且仔细想上一想，这可人到过燕之家中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可人冒名我求生，取来修业一仗。哎呀，看他料事失神，想必是个清官。我煞实测证据，他定能分清冤枉。禀大圣，4月初一那晚，岳生确认冒名我求生，拿来修业一阵。不过，既然是此，你玩啥什么花招？还听我求生命什么冤？快将杀人英雄之子从日走上！啊！怎么弄到我的头上来了？哎呀，大人！岳生私语说得是数，也想奉公随法，披露杀生之事啊！好一个说得是数、奉公守法的秀才！你的所作所为，本府早已查得一清二楚。你本是鸿门中开了
转眼之间父啊之心，此夜英雄非所见，其中另有冒名人。但望大人细详查，切不可这类真凶却好生。几代怪论，几多世俗当自理，因何半夜闯鬼门？这朋友之妻不可欺，因何冒名去调戏？哈！啥修业已失落，你有何证来，有何凭？这讲啊！有理呀的他山道，你为何腾腾吐吐不作声？眼睛却若难雕来。堂子恨我现在把这偏包起。你莫要一块要的不讲理，须知道却还富贵才恶生，愿之帮之父堂上愿明镜啊，不了你还不分不虚名。你既然无力苦分辨，见我当当顶上发黄心，你要毒不当难造祸。各取见证，充当死守。是。不论是福不福，天意荒生。所记，早死不早。多谢大人，世事大办，若是我好意有一笔，比什么？所见刀攻他，八步落山岗，有口难分辨冤枉。我笑你狂妄无赖，本是狱中败类。我笑你是使命请帖，却是无毒混沌。本府难道当初不曾？一生因何复古受也？是你剪掉本府料事之兆。是你夺到岳生夫妻难受。本府按理分你，你敷衍可辩，本府依法当你尽管定朝。玉皇曾来，私通死你，冒名顶替死你，骗取修业是你，杀人英雄当算是你。本府亲身查访，亲耳所闻，咋得真生得命，不怕你不早来呀！他因此恨。条金王
公。将所记当日死牢方策我求死，推他。张年兄，别这这，此案一名有何高见？啊，别这呀！年兄，你呀！你查案不详，加文正草芥成名才必清。你将那一领官抓当前方，但凭那白光亮影逍遥不法外，复古受却怨难平。怎宽肃当称父母，王守朝廷七平安。许官我不念旧情。去吧。高府月华，丁大人欲现在拦路害冤，快把长子拿来我看。是。这道凄凉，像那无能的
乃是老夫得意门生，此案是他所生，此中有害他的官身。老夫倒要问上一位，你叫何名字？有生，我求生，我求生。他以我范围所及的地方，其中定有缘故。我求生，随老夫前往督察。多谢老大人。中想必看过了，看过了，不知恩师有何高见？这个嘛，叶妻，以老夫看来，此乃是一桩古今少有的奇案，要申请此案，确实不容易哟。恩师夸奖，恩师夸奖了。叶妻，言之有老夫已经看过，有几点情节，写在案卷之上，请叶妻自去看来。是。想恩师定有惊人妙语夸奖于我。此案不明尚有3年，所见初次冒名，请走已是道远之路，二次再往为我的遍山之门，此你也有。所见工程休以当夜失落，也只不落在第3人之手，此你而已。
说既然英雄家户因我求生，因我有怜悯心上为我求生命愿，先赐3年供延期春家。哎呀！风雨高，秋夜色落浮萍真，正听光禄撒花招。怜悯局长来交际，金銮特巧一才逃。恩师因我翻起你。之间万当怎样推强？以老夫御见贼将此案仔细所查，谁有破绽便当重审。这个一生不管聪明，所以上报安岳衙门专人刑部批文接着就下，岂可轻率终日再犯此案？你的有才正是轻率从事。一生看来上不足为你呀。门生才艺开始做，本领为师心难哦。这寡他年少欺人也力气，我万当层层有道阿弥陀。轻举妄动上小堂，为师对你期望一致，难道你这一点情面都没有了吗？既做恩师定要肩膀，若生奉陪你差了，不是你来陪我。
乃是我来陪你。此次恩师请。言字却存在耳语哟。凶手跳江而进、跳江而出的地方。哦，恩师，既无所见，就请为夫去吧。且慢，言起你来看。高墙壁有当真也，恩师凶手自作精情不随，非你猜，不知恩师有你猜。
塞门，不走顺路，不犯后乱地强，反挑前缘高墙，不图言辞对方，恰到必胜方便。这是为何来？这个恩师高能，若是早已料到杀人凶犯定非所见，女兄，恐怕你也是失策了吧？难道是那我求生不成？因多么我错，你也错，大家半斤不两。你哦，好了好了这是王子内何法放话？原来是一枚宁茶，宁茶。叶启，此宁茶恐有事也你。恩师，杀人谁真乃是修业，这宁茶有何作为你？叶启，修业虽是贼真，此宁茶落在凶手挑枪之处，难道不该贼茶？恩师高能，我看定是凶手落下的，便是凶手落下，一定是所见之法。叶启，以我四次无多。是啊，女兄，你也太武断了，我看就不是所见之物。心口之王有何为之？为民父母必须自从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仔细教。宁茶是否罪证？难道不该罪责？你一为强子夺理，恰是为恶。此案迫在十次之多，佛茶重生一番，也何不该？是啊，此案破产不测，实不终身，岂不是草菅人命？恩师，此案已申报刑部，倘若犯案终身，将罪下来，何人承担？倘若造事将罪下来，老夫宁愿托死承担。是啊，恩师是为托日承担，哪个像你将生命当作儿戏？奇案诉不完，父老送来万民山，不为清明天下传。亲身查访得财真，明察秋毫定此案，非比落落混用悲，心口此王枉为官，恩师年满亲自从，许官压身要事转。倘若真是压身错，怎样？我情愿扎下乌纱不足观。门生交谊开花
小小一等，管不了你东厂府此事，我苦口婆心，话已说尽，愿不愿做个清官，由你自己，你查哪去？为冒名变为杀手，为民父母必须自作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仔细教。秀爷当年失落父子早逝，所以这来秀爷也是不能和他人自首，杀人去万全力世界。你也为强子脱离巧妇为何？我笑你死命青天，却是糊涂，昏过自刎，孤山把车三不中，人气不是草菅人，糊涂昏过草菅人，草菅人用草菅人昏过。丁大圣方才快马送来银部批文一件，银部批文。
王灿烂监禁3年，凶手所见即是帮扶法上此举。知府无乱的，明知应断失困家家，追问身上天恨生前。好啊，因我批文三民间，是非确实找得清。我乃破案本付出，富亏百姓送怜悯。
请老爷审讨批斩。你说什么？请老爷审讨批斩。冬儿，传言之后当问话。是，传言之。燕子，我但问你一事，这枚银钗可是你家之法？此茶并非我家之法，小女子不知。此话当真？小女子不过乱说。你去退下。是。传说皆往城了。是，传说皆往城了。所见，放在路过门外，因我口出狂言。哈哈，死在一地，将欲于何方？我且问你，杀人英雄只是你从何而今，从何而藏？那是公堂之章，你不分不清楚。今天半夜三更，怎么心血来潮，又分起这股来了？讲，此算是后门而进，后门而出，一派无言。请问大圣，那么你要我从何而进？从何而出呢？本命从前缘挑江而进，挑江而出。黄土因何发现？我把大圣好也有一比，比什么？一只小小中，天虚有玲珑，佛中节节空，不吐大笨。他人需要跑跳四类，你想想，燕子家中我曾去过，清清楚楚说门说路。我是要进去英雄，难道不在后院沙门哀想，反而去跳那些远高墙不成？是此可来，他生涉世无度，好笑啊，好笑！待了下去。横狂渡，夜女疾风。
王灿兰，大人，你有何愿望？大人，那只血液当眼便守了在我家门口，转眼不见。命为书记巡夜一夜，两人不曾离开。杀人之事实为书记所为，望大人降查。我且问你有几个奸夫？哎呀，大人，命为表兄书记乃是青梅竹马，实在并无他人。我且不信。大人不信，可到街坊查问。虽说有人三番两次调戏于我，命妇也从未答允。是谁三番两次调戏于你？是毛大。毛大，我且问你，4月初一那天晚上，毛大可曾到过你家？这个啊，命妇想起来了，4月初一那天晚上，毛大时曾来过。他来做甚？他拿着一枚银叉前来调戏，对我端出门外。毛大出门进菜，我便将门关上。你可记得是怎样一枚银叉？记得是枚香开把牛的红的银叉。哎呀，不错，你看，可是怎样一枚？真是这枚。所以那夜何时为作？毛大出门不觉，书记就来敲门。我知道修业等我，是天真有才之人差几开，我胡说神文高音不服乱来过，当从在偏向无上。当头早，想到也到不了了。拔剑多了呀！毛大，快将实施变山之事从热走上。啊！哎呀，周老爷冤枉啊！你看这是什么？修业，修业之中还有什么？银叉。此银叉是你英雄之日落在边山江下之法，张真求着早死不早。大老爷，这银叉不是小人的，算神者，算神者。毛大，你拿此银叉调戏于我，还不快走？毛大，这银叉分明是你从我头上拔去的，你妄想拿？哼！事到如今，早死不早。无章无证，叫我怎么着？铁证是山。哎呀，拉呀拉不掉这，小人愿照。瓦工。将毛大当日死牢，方才言之所及王成兰。有人大人到，打开重本，撤军。
从前恩思绵，悔恨交加，愧负言。悔当初自教一门被师训，今话不知天外天王的乌纱处断案，得罪天尊无怨言。牛千里，从今后常须明的好理解。自古教你多陪事，虚妄接听也非浅。草菅人命，不知悔改，老子也要传你一本。难得你反复辛劳习经愿，不愧是百年好情天。司机人人到，传见老大人。起来，来，快来见过青天大神。多谢青天大神。起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